新竹竹北市在2023年時發生這電動車落落土坑的意外，檢察官是照這貪污治罪條例來起訴新竹縣長楊文科，昨一審宣判是判伊無罪。也那楊文科是表示講感謝法官輕易清白。電動車停在建南邊的道路，路面雪熊熊崩塌，規台車就安尼直接落入去坑內底。代志發生在2023年，這個事件也引起外界關心。法院經過1年的審理，8月1審宣判，新竹縣長楊文科無罪，當時的公務處長江良嫣判6年6個月，其他相關人士被判3年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被告楊文科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，楊文科無罪。那本件得上訴。新竹縣長楊文科拜二參加縣務會議，看起來心情袂歹，接受法院的判決，還伊清白。伊講當初外界對伊有真濟不實的指控，即馬總算還伊公道。明察秋毫，還我清白。那昨天下午我獲知無罪判決，內心是非常的激動。當初是希望為民眾來解決問題，案件也是縣府主動移送法辦。這2年來，我面對的官司，我一直是坦然以對。但有民進黨議員是指出，縣長雖然無罪，不哩個當時的公務處長以及申辦人員，所有人判5檔以上的重刑，這個縣長也牽涉政治甲行政上的過失。時任公務處長重判6年半，基層承辦判5年，你楊縣長卻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用切割下屬來換取自身的脫身哦。警告楊縣長，司法無罪，絕對不等於政治與行政無過錯。針對判決，新竹地檢署表示尊重法院，後續也會等收到判決理由了，再個評估，甲要提起上訴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